嚟到3月，又到咗觀賞黃花風鈴木嘅時期。講開又講啦，2026年轉眼間已經過咗一季啦。今次呢，我就選擇帶大家嚟到上環嘅老沙老街去觀賞。旁邊呢係裕林台嘅住宅，佢嘅名呢係咪好特別，好有書卷味呢？其實佢嘅名呢寓意住寓者成林。據說呢一度呢以前係讀書人嘅聚居地，當時呢有大量嘅內地知識分子嚟港避難，同埋聚居去呢一度。另外呢一度呢係唔少電視劇同埋電影取景嘅地方，因為呢一度嘅人少安靜，而且街道好有古典情懷。返到嚟主題，其實呢款黃花嘅花期好短暫，大約只有2到3個星期。通常喺上環裕林台嘅黃花呢，每年喺3月頭，或者喺最快2月尾就會盛開。可惜嘅係每次一開花嗰陣，就要迎接回南天同埋落雨。今年嘅茂密程度呢比之前低，而且呢落雨都會影響落花嘅速度。因為呢最近多雲有雨，潮濕有霧，硬係呢影得唔係咁好。建議大家呢去藍天白雲嘅時候去拍攝黃花，會有更加有層次感同埋壯觀。呢一度有5棵黃花風鈴木，都可以話比較容易拍到花海嘅角度。加上呢一度嘅街道充滿古典風格，有石牆啦，有平台，樓宇比較矮小同埋密度低，大家都要着住大褸或者旗袍，更加能拍攝出懷舊嘅氣息。觀賞黃花過後，大家可以參觀政府喺2023年列為法定古蹟嘅青年會，而家稱為必利者士街會所，佢為社區提供教育同埋康體服務。位置亦都係昔日 YMCA 設立本會嘅學生宿舍。最大特色呢就係建築嘅紅磚外牆，更加可以去荷里活道睇魚同埋睇龜，或者向上行參觀醫學博物館，認識香港嘅醫療技術嘅改革同埋設備、醫學常識同埋研究，記載住本港嘅病理歷史。行到堅道，大家都要參觀孫中山紀念館，講述孫中山先生嘅生平事蹟，以及佢喺香港嘅維新同埋革命運動中所扮演嘅重要角色。除咗可以一次過參觀3個具有歷史背景嘅建築之外，沿路嘅街道都有唔少壁畫，大家按下快門拍攝就會望到停唔到手㗎喇，簡直呢就打卡嘅聖地，保證大家嘅上環一日遊一定好精彩。